听2月24号的迦南之声，我是世界牧师平安。我们今天要一起来分享以斯帖记的9章11到15节。这样的日子有选择，你每一天在过的日子有选择吗？如果你觉得是没有选择的话，什么样的时候你会有选择呢？那在这个选择当中，你怎么做选择？你依据什么来做选择呢？我们依据什么来做选择？我们今天从我们的主他的话语，在今天 RPG 祷告的经文诗篇98篇9节这样说：因为他要来治理普天下，他要以公义统治世界，他要以信实对待万民。我们所认识的这个世界，是谁用公义来统治世界？还是我们所认识的世界是用其他的东西来统治世界呢？如果我们相信我们的主，我们的上帝，他是以公义来统治世界，以信实来对待万民的话，我相信今天的经文不仅是很难一言以蔽之，更是很难用一个角度就能够说的全面。透过一个例子，我们就可以知道，近年来诈骗的案件层出不穷。有一位在警方埋伏下查获的诈欺车手，竟然是一位曾经遭诈骗的受害者，而他就身处在他受诈骗的这个诈骗集团中，被吸收成为其中的一员。因为他有一个想法，他要赚回来被骗的钱，于是他就成为诈骗集团当中的车手。这好像是一个恶性循环。其实他被骗的钱大概有多少呢？在这个新闻里面说，他被骗了50万台币。然而每一次当车手的时候，他就可以赚回5万块。就在这个恶性循环下，好几次，直到被警方逮捕，才停止了这个行为。而接下来他要面对的是，这个曾经被骗钱，然后成为了加害者，也去骗人的钱，而背后的那一群一连串的官司，真的是一个罪恶带来另外一个罪恶，一个不公义引起接下来一连串的不公义。面对不公义的发生，人人都希望公义降临。但是当我有机会的时候，我将会做出一个什么样的选择呢？在今天我们看到上帝出手，而犹太人他们的命运就完全不一样了。第9章就在讲，这个亚达月13日到的时候，这个原来是在等死，是在死亡倒数计时的犹太人，却因着上帝的帮助，上帝在那背后的掌权，王下了第2道的谕令，让他们能够起来反击这些攻击他们的人。可是到了第11节一直到第15节，也就是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有一点觉得怎么样呢？是不是觉得有点争议？因为王所下的命令，不论是第1条谕令还是第2条谕令，我们都看到其实是针对这个原来哈曼这个想要对犹太人出手这个行恶的人，原来是只有那一天亚达月13日要杀害他们，原来是只有那一天亚达月13日12月13日可以来反击他们。然而今天的经文却让我们看到，接下来这位王亚哈随鲁王，他听见了
这个书珊城内的消息，这个知道之后呢，面对人命的上司，这是他自己的子民，他竟然没有什么反应。在经文当中也好，或是许多注释书中也好，好像给人一种感受，就是亚哈随鲁王觉得这些被杀害，不论他们是因为要反击，还是因为他们要攻击，这不都是亚哈随鲁王的子民吗？然而面对到这些人的生命丧失，他竟然没什么反应，反而更多的问皇后以斯帖说，那犹太人在书珊城里就杀了500人，包括哈曼的10个儿子在内，那其他的省份一定也杀了不少，那你现在还要什么呢？他看中王后以斯帖的需要的想要，更重于这些人的生命。我们看见在世上的王真的很有限，甚至很软弱。然而在今天的经文当中，也让我们看到一个经历上帝恩典的人，不代表他未来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会是公义的。这段经文呢，真的是要分享的时候，我的内心有很多的挣扎。以斯帖他在这里竟然回应说13日所发生的事，他希望明天亚达月14日，书珊城的犹太人可以再次聚集，再次再照今天所做的来做，并且把哈曼10个儿子的尸体挂在绞刑架上。我们都知道，其实这个行动当然有吓阻，有这个威吓的果效，想透过这样的方式，特别在那个时代，是让对手敌人知道我们是很有能力的哦。我们好像是在宣示我们是得胜的哦。然而今天的这段经文却让人觉得所以只要是属上帝的那一边，如果他作恶都没有关系吗？我想我们看到这段经文，我们就会知道，其实很多的时候，上帝并不是没有掌权，然而他也让人有自由意志来选择。在这个恩典当中，我们可以选择行善，我们可以选择行恶。上帝的拯救是如此的恩典，然而当人经历到拯救之后，他就会一路顺遂，没有其他不好的念头，没有其他让人跌倒的可能，是这样吗？我想今天的经文能够让我们认识圣经所说的话，其实让人看见在里面的人不是圣人，在里面是一群经历恩典的人，是一群在主的带领的作为当中也努力在回应恩典的人。以斯帖纵然有智慧，但是他毕竟也是人，也让我们更清楚看到，在人的里面，当我们在讲要找这个正义，要找公义，甚至转型正义的时候，许多人心里面会有许多的疑问，我们要转型正义，到底要转到何时，转到什么样子，转到什么样具体的作为，才是真正的公平正义。我想在人的里面，我们透过旧约就知道，其实真的是没有办法。但是上帝一次又一次给予我们机会，所以当我们从旧约一路读到新约的时候，我们更清楚看见，原来人真的没有办法靠自己来成为那公义，而是因着上帝差派独生儿子耶稣基督的宝血，
让我们那应该要付上的代价，因为他付上代价。上帝的公义不仅是对末底改、对以斯帖，我相信上帝的公义也对哈曼和他10个儿子。当我们一心寻恶，我们当然会从这恶当中来接受后来的回应跟果效。然而当我们一心行善，不代表我们不会面对到恶的发生。然而在这恶的发生之后，我们会觉得我面对这些邪恶，我就还是维持良善，我会不会太笨太呆，好像我们好欺负一样。然而如果我们从永生的眼光，上帝透过他独生爱子那死里复活的大能，不仅是要讲他拯救我们，更是要讲我们的人的生命是以永生来看。也就是说，我们一生当中，有些人可能一生中都没有经历到那公义良善，有些人他在世上的时候他经历到了，但有一些人他没有。我们或许会说，是不是上帝不爱他们，不看顾他们，或是因为他们没有信上帝？我想如果从永恒的眼光来看，上帝有办法，上帝以他的公义掌管全地，普天下整个世界，他以信实对待万民，甚至我们看不到的，我们死后去的那个世界，我相信上帝他也以公义来对待万民。但我们要自己来思考，那若我真实相信这位施行公义的主，面对现今我经历到的不公义，或是面对经历到不公义之后，我有机会改变整个情况，那我将要做什么样的选择或决定？恳求主帮助我们，不仅是有智慧，更是有永恒的眼光。我们一起来祷告。主，我们来到你的面前，在这样的日子当中，我们真的是没有想到，原来那看来是要死的，但却因着你的大能，我们成为有选择的人。然而面对恶事，我们有选择的时候，主，我们很需要你的话语教导我们，做出那合你心意的选择，做出那合你心意的决定。没有一个面对不公义的选择和决定是容易的，但我们知道主你能够帮助我们做出那正确的选择和决定。即使在那时候我们的心里有很多的感受，主你说你用耶稣基督的鞭伤带来我们生命的医治，你用耶稣基督的刑罚让我们的生命得着平安。主，我们恳求主你让我们能够更明白这句话的意思是什么，好叫我们活在永恒的眼光里面来看公义，来看信实，我们的心就能够稳定，能够真实来相信。谢谢你与我们同在，帮助我们面对我们人生中每一个选择和决定。我们这样祷告，奉主耶稣的名求，阿们。很高兴今天跟你一起分享迦南之声。面对我们生活中许多的选择，相信都有很多不容易，不管做对做错，我们的上帝爱我们一样多。他的心意是愿他的国度降临在你今天的生活中。我是世谦牧师，我们明天见。